算讲王妃，还阁另外派一个杀手来对付红英啊！我可嘛会因为你，会来保护红英啊！这敢是假事？当然呢。我答应你。阳光，我就知影你是多少个怪查某囝。你另外多少讲，红英即摆人藏伫倒位？你们真正好意我，我爱听伊呢。我非常思念红英，我就想要甲伊搁再见一面。我有真多话要甲伊讲，我欠伊足济足济的，我一定要甲伊安踏好势，甲伊送去一个非常安全的所在。我知影伊伫倒位。明晚整理好势，较早休困啊。这家伙来，嘿！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拢有做到，敢有需要安尼？大哥，我是讲伫咧结婚进前，莫有着超心啊。对，黄姨，开巴掌啦！同意。加一个啦，等懵等吼，我倒嘛爱讲，对无？一天搁过一天，约克一点仔消息拢无。小姐，你莫烦恼啦，我等下先管埋咧啊，吼。袂用诶，阿嫂，你若拄着迄拖头虎，可要安怎？足危险诶！是啦，免互你去啊。安尼啦，归去吼，我来走一撮。讲人人教呢，一定是迄个来啊啦。等下，是啥物啦？请问红英小姐有伫遮无？是恁家？哪会是恁家咧？是亲人呢，当通开无？你的情形有可能甲我讲啊。红英，我想要找一个所在，甲你讲一个话。来我遐好无？出去外口等。系。红英，单独约你伫遮见面，实在真委屈你。也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拖到好过去害你，绝对毋是我的意思。有你一句话，我啥物委屈拢无啊！也不过代志闹到遮尔啊大，变到今仔日这个地步，我实在真见笑。真是嘞！我本来想讲，2、3年拢已经过去，我受的苦嘛有够啊，会使讨一寡公道转来，上起码会使甲家己的查某囝来团圆啊！我知影，杭州的人对我也是无要了解。红英，你当着我这个亲人，实在是你的不幸。亲哦，
的名听起来，会是高高在上。其实，我根本都无法度做主，连我家己心爱的查某人，我都无法度保护。莲哥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会使甲你熟识，甲你相依爱，这是我一世人上光彩的日子。我感觉对怨，怨叹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？为什么咱的身份要差遐尼济呢？哎，大啊，这红英伊遐改去，敢有安全？是啊，我嘛足烦恼的呢。你免啊，咱走一撮来遐看卖。行。一点仔菜，食有饱，等下啉酒才会上着味道。你今仔日特别传一寡酒菜来请我，一定有啥物特别的意思。准讲我无想唔对，这敢是分别的酒菜？敢是？我有我老实来讲，今日我来看你，其实是最后一面。啥？老婆来救我，叫我莫杀你。我当然是答应伊啊，也毋过，伊毋知影，我若是无杀你，我就一定爱自杀。你唔通安尼哦！你袂用去死哦！我这种人，就死去，我无啥物可惜的。其实，这酒内面已经有迄毒药。一个我啉，红20年的温婉婉，拢会用烟消云散。红英，我所欠你的只有安尼，我才会当还你。你当死的人是我，我完了，敢害着你，害着阮的查某囝尔。免讲，多谢你。红英，你是去做啥？就叫你问我，那个，你哪会互我死啊？你哪会互我死啊？青龙，天灵阿嫂，多谢你收留红英，请你好人做家底，紧带伊走，带去一个无人找到的所在，家好安顿好。红英是一个真了不起的查某人，为着我，为着伊个查某囝，伊连家己的性命都会牺牲啊！像这种查某人，我若唔知影疼惜，我实在是连禽兽都不如啊！你紧走，我拜托你，为着我，为着咱的查某囝，你着好好活落去，你着好好照顾家己。我哪是知？啊，你是要甲安怎甲房租的人交代呢？你别烦恼，我经济卖做青龙，但是我无生命危险啊！天灵阿嫂，我有苦啥？一切拜托，讲你个心事。莲哥，
紧来走，行啦，赶紧来走。阿唔灵啊！红英姨啊，看在青龙对你的一片情谊，赶紧来走啦，行啦。咱紧来去啦，小姐。灵啊，你看你就好好保重啊！来，赶紧。林家，你找我？连回王辉的消息啦。你甲伊讲，伊所担心的证据已经消失了。为即马开始，已经是天下太平。林家，你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做甲遮尔全，红英伫咧地下，一定非常怨恨我。林家处理代志啊，果然有骗。不过啊，佮下雪所在，还佫真济咧。好，你能安心去办婚事啊。嗨。头上，头上，我应该抓。你放心，伊已经去一个非常安全的所在。头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你莫安尼讲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有空，好啊，一切拢已经过去了。这个所在啊，以前是我一个朋友住的，啊，伊搬落下港，就真久无人住啊。我看吼，经理嘛是做熟悉的。是啦，啊，不过上重要的就是遮真少人来，真安全啦。多谢你。我物件买倒来。来，赶紧赶紧。来，食物件，歹势等真久。这个所在吼，伤偏僻啦。啊，我摕无物件互恁食吼，我早行路尾啊。来。哇！啊对啦，我有听到一个消息啦，讲喜妹要结婚呢。是啊，有可要结婚啊？啊，伊某嫁互啥物人？你有听伊讲无？有啊，迄大家拢嘛咧疯，讲啥物退好太久久啦。奇怪，伊妹若要结婚，应该就住喺日本，哪会住台湾呢？青王哪会答应啊？我有水讲到无烂，伊哪会阁答应啊？这个婚结了这么急，一定有原因。伊妹哦，一定是去互我逼的啦。自细汉我就伫个身躯边，即摆我无伫咧，伊毋知安怎。啊算，啊要安怎呢？有可有代志，阮是要安怎才会使甲伊斗相共？要安怎啊算？红英姨啊，恁两个吼先莫紧张啦。我甲美姑想办法入来行馆后了解实情啦。迄妹准若真是需要阮去斗相共，阮会看书办事啦。拜托。你坐坐，来人啦！啊，这是介绍的批啦。苏书记会社的会长夫人哦，介绍阮来甲喜妹娘新娘衫和洗头啦。我是蔡红书啦，多多指教。啊你？哎呦，人我吼是洗头师啦，我是我无用的呢。有几个结婚的头吼，等我要甲洗啦。若毋是会长夫人哦，一直甲我鼓吹吼，然后才变倒来咧。
好，恁电话入啊。多谢哈。有够迄个，给房间等你，你入去。电话来。我等下。婚礼3天后就要举行啊，时间非常的短。我一定要邀顾兄妹啊，是一个上水的新娘，所以啊，恁上好是莫甲我订到。你放心啦，人阮两个吼是台北城骹手上好、功夫上老的师傅，啊若无啊，会长夫人嘛袂请阮两个来啊。我是天天来带你出去。婚礼啊，伫遮举行，我已经替你请台湾的总督替恁证婚，算起来真有面子啊！吼。ありがとう。不过恁个，迄妹讲伊真满意阮替伊设计的新娘衫和头毛，一切拢好啊，阮会用先转去。さよなら。是安尼吗？马德。さよなら。是安尼吗？马德，恁好好表现，我会准备2个特别大红包给你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准备好啊？哎。你莫甲我笑啦！你看你这样有够呆的。好啊啦，你莫再苦笑味无味啦，紧离开家啦，快紧，紧。伊妹即摆毋知安怎，我种烦恼的。王姨啊，弟弟啊，安怎？要可是嘛安怎？啊？恁看嘛。耀哥，耀哥，我干啥？我的心肝怎么囝？注意讲，你知影？完全拢无你的消息。我想讲，你无要我这个阿母啊！我在想讲，你一定伫咧怪我，怪我讲自细到大，拢无尽到一天做阿母的责任，你无要原谅我。我干啥？我知影，我啥物拢知影。你不是坏掉，你是不得已的。因为我受这么多苦，我要哪会挽回你呢？我是一时叫袂出嘴，其实伫我的心肝内，我已经叫过几啊万遍的互家长啊！
到你叫我一声王家嫂，我有我希望安慰你，知无？20年来，我所有的担当，拢有给他。王家嫂，这几年你受尽委屈，食袂饱，穿袂上，有人看袂起，这拢是我一个做查某囝的不好。王家嫂，希望为即马开始有效你还阁会付。听你甲你讲，我就安慰啊，你知无？天公伯啊，多谢你！你有看无？我有一个这么怪卡的查某囝。是啦，黄英仪啊，一定是吼，你以前食的苦受过济啦，即摆天公伯啊，想要加倍来补偿你啦。对啦对啦，王家嫂。那个，所有伫你命单上的贵宾哦，我拢甲因联络过啊。婚礼迄天，因拢会来斗练。真好。好，咱要看伊要哭，伊若也无出来食饭，你入去甲看卖，是毋是身体无爽快？係。我甲才手头好看，实在是足幸福的。我忽然间感觉，这个人生是这么温暖，这个世界是这么水，这么有希望。有可，较细腻的哦，唔通跋倒呢。有可，哦，有可，哎呦，你有安怎无？哎呦，不要紧啦，家嫂。哎呦，你看啦，你互我较送惊一个啦，会听袂？袂啦。哎呦，有可啊，你若受伤啊？阿母会唔甘。我家嫂，有可，放我来，阿母这重的，我无法啦。哎，有可啊，哎呦，紧放哦。哎呦，有可，有可，你哪里好了？你是安怎哈？我家嫂，你这么瘦，我这么轻，一定吃足侪苦。
嘛为我流足侪目屎，白白拢是查某人，然后尤其是都这尔崩溃。不要紧，我一定会去学做菜，甲欧家桑饲甲幼咪咪、白泡泡，亲像油粿迄共款。欧家桑，你介意食啥？阳哥，你有这份心哦，家桑都足欢喜啊。你甲家桑讲，你介意食啥物？肉粽。肉粽。欧家桑，你敢知影？我第一届哦走出行馆，流浪狗搁仔点点的时阵，因为哦我足久无食物件，腹肚枵甲挡袂牢，我就偷摕面皮的肉粽来食，结果互伊化作泥母呢。我讲唔知影有这款代志哦，不过遐可怜，就是为着一粒肉粽啊。嘿，迄粒肉粽哦有够好食呢，Q Q Q， 香讲讲，啥物人闻着都会嘴软足足的。你若遐尼爱食肉粽啊，阿母煮互你食。你嘛会晓做肉粽哦？我的故乡是台南府城，遐的肉粽哦，吼，嘛是介出名的呢。小等吼，我甲阿叔去店仔顶买煮米转来做互你食。阿公，你会较细腻哦。哦，会啦，会啦。阿家嫂，多谢你。乖。将这把所长，以后这所长拢袂当放过，要起来打抓帮，我将这甲敲。好。就跟一个好不好？有得劲啦，我有法的啦。我这边，快进来，进来！你安怎啊？小姐，我看咱走袂了，无你啥物大只，我有办法吼，咱甲社队。你应该啊，你走，咱就做伙走啊！你厉害是你较危险啦。小姐，20年前我无尽到保护你的责任，我才真见识。20年后，你互我面保好无？我才讲，我若放掠去，青王会互我靠，我袂安怎？你安心啦。我袂使互你一个人去冒险啊！小姐，会记哩哦，我若甲伊写过吼，你紧走去山顶迄间厝吼，咱走回啊！哈，阿帅。我有计，哪有可能？敢是死啊？搞对，做个掠起来。
阿哥有讲，敢做个叫？等一下！我是甲跳落哦。你死奴才，你也敢甲我拼起命？好啊，跳落，你要跳落，你若不跳落，转去我无可能开我死啊！头有大姑姑，你甲听好，我这几年一直忍受你的侮辱，是要保护我的妹妹娘娘。其实，你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堆粪扫。跟来人，快！我带你回去，你唔通惊哦！我带你回来。我带你回去，你唔通惊哦！我带你回来。跟你来，快！
红衣原来无伫。伊甲有要去送去街仔买煮米，讲要包肉粽互我食，啊，毋过去足久啊，还袂转来，我真正足烦恼的呢。啥物啊？去街仔买准备，安尼无爱甲我讲一声啦。啊，因两个是咧创啥啦？英妹，你在遮等，我来去街仔看觅。行紧，好来。我嘛要去啦，等我一下。报告那个，出代志啊！行啊行，我要去4个城门口。什么？啊，红英啊！还有他人家将押去刑场啊！阿帅爷，大别讲安尼啦，我要去送。来发生这个代志啊！阿帅爷，阿帅，钱啊呢？我想哭啊！你把手背好去，你看我起来，跟我讲这话啦！你别，是拖阿大夫妇，你别阿怎了？为啥要这跳来啊？你别，拖阿大夫妇，昨天我告上吼，也去要自杀啦！你讲，进来。阿帅爷爱等去，来，人教你啊，我来处理代志。好。你看，我要去上高里啊！我要去看我的后家上啦！去去啦！我敢无甲你太好死，就是我上大错误。留下你这个祸端，来搞继续人会有关我的名分罪。要靠伊家己有头脑，伊家己样想。像你这款无血无目屎的人，唔免人家管，伊家己嘛会走。你给我咧死阿你个嘴没？你别！全放了！阿你冲上，那无通知我。林家，你别让我管啊！你已经欺骗我，欺骗王辉，欺骗整个皇族。什么马事？我今日我都听你的啊！林飞，你听伊的，听我的。林家，我向真尊敬你。不过，你伫违背皇族的规矩，我只有对不起你啊！林飞，你听伊的，听我的。林飞，不过，你安尼乌白来杀台湾人民，你这是违背日本皇族的亲民政策。也开论罪，什么人甲我开枪，我就该做伊抓起来。林家，既然你也要安尼做，我只有该当枪。赶快放来，那么我就开枪。开枪啊！你若有本事，你要先开始拍死西班牙人啊！开枪啊！队长，你别管我，你赶快去，你给拍死这机器人！你呢？赶紧放来，放来！
你说有人在，我这边没办法到的，进来。红哥。你到底是谁？谁人一直跟我作对咧？敢是一直找我？你伫哪遐？有人毁了天顶，我犹豫无唔对。这连管头天物件，有怪有过就是你，真好。今大只，咱就将这笔账拢总算好清楚。我真拄好会当亲手甲伊杀死，铁骨甲毒害。你讲唔对，是我要到这替阿帅爷报仇。啊！